嘿，姐姐你好，好，姐姐你叫什么名字？我 Yulistari，你今年几岁啊42岁， 42岁。对，你结婚了没？我结婚了，那你自己有没有小孩啊？我一个小孩，小孩几岁啊9岁， ？9岁。好，姐姐你之前在台湾工作过吗？是吗？是啊好，在台湾照顾几个人呢2个人， ？2个人，哪2个人呢？阿妈阿公，阿妈阿公，他们健不健康的？不健康的，这个，他们还是不是要坐轮椅的？对，哦，好，那你要不要帮他们洗澡、换尿布的？有要，好好。姐姐，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？香港，香港沙田在沙田， ，yes，在沙田照顾几个人啊？ 3个人，马上是一个小孩，哦，先生太太跟一个小孩，但是他们3个都是成年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大人来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好。那在之前呢？在之前又在哪里工作？是老夫，樂富，在樂富又照顧幾個人4個人？4個人，是哪4個人啊？ ，Madam， 3小孩，哦，太太跟3個小孩。對，那姐姐你懂不懂得煮飯啊？懂。你懂得煮什麼菜的？蒸魚、係蒸子、蛋頭飯、係煮湯、係炒菜，炒菜都懂啊我都。好啊好，好啊，跟先生太太講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